免不在，小妹不客张，侬客张什么话？行业面的到时侬客张什么话？你酒切姐，你酒切姐，海酒休。滚落剑多来到宝民贼讨令交送在民贼讨令交送在你酒切姐酒休滚落剑多来到宝民贼讨令交送在你酒切节叫气，叫生气，酒休滚落剑，就是典狱长，就是这个管监狱的叫做什么狱主，滚落剑关牢城，多来到宝民贼逃直道，贼逃令交送在交城寨。这个交不是交给的交，是缴就是缴还偿还的意思。缴你酒切节酒休滚落剑，多来到宝民贼逃令交送在。要做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